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历史教会我们如何思考。就在20天前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第57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半授予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莫基尔，另一半授予法国法兰西学院教授阿基翁和美国的布朗大学教授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10天以后莫基尔按照原计划启程来华，对中国进行5天的访问。莫基尔此行到中国访问，实际上他是受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前院长刘守英在诺奖揭晓前邀请的。也就是说这个人民大学邀请莫基尔来华访问呢，那个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没有揭晓，也不知道莫基尔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前院长刘守英评价莫基尔，他说进步单单有技术并不够，还需要拥抱变革和创造性破坏的文化。对于经济史的研究，最重要的不是讲述过去的故事，而是揭示经济变迁的底层逻辑，为今日的发展寻找破局之道。随后这个莫基尔在中国之行利用唯一的一次休息日，在这个活动归来之后他接受了财新网的专访，所以财新网就根据这个专访发了一个报道，标题就是历史教会我们如何思考。所以我们一起看一看财新网这篇报道，这位年近80岁的莫基尔他的一些观点，他怎么跟财新网说的他的这个经济学理论财新网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莫基尔无论是对华夏的历史还是对中国的年轻人都充满热情，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最后一场演讲，主办方特意为他准备了讲桌。你想他年近80了，但他仍全程站着讲完90分钟。这个1个半小时说问答刚开始，他竟然从半米多高的讲台上跳下，双手撑在学生课桌前细听提问。说全场先是一阵惊呼随即爆发出笑声与掌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就出版了莫基尔的代表作，叫《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说讲座结束不到2秒，举着书求签名的学生就把讲台围得水泄不通，引得全场又是一阵惊呼。莫基尔笑称自己不是明星，但这次在中国的待遇堪比超级明星。这让我想起了这个北京日报还是人民日报说的这个洋奖不能用洋奖来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中国的发展也从来都不是为了获取什么洋奖，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莫基尔的这个受到欢迎的场面已经说明了问题，说明这些年轻人对知识对吧，对这些学识学识还是非常推崇的。此行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浩，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百度一下，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何光彩分别会见莫基尔。莫基尔他说我的腿有点累了，在博物馆里走了3个小时，但每1分钟都值。就是莫基尔到中国访问专门到国家博物馆去浏览了3个小时。也就是在国博归来之后莫基尔就接受了财新的专访。莫基尔说就是政府推动技术创新面临持续性、方向与选中赢家的多重挑战，最优模式是公私结合。工业革命大分流前后的欧洲因政治分裂催生竞争性的思想市场，如今交通与通讯的半径扩大，竞争可在国家之间实现，竞争带来选择，而选择带来进步。我希望中国在科技创新上走得越快越好。财新网这篇文章说莫基尔至今已培养了60位博士，被公认为经济史领域的领军人。面对人工智能等技术飞速演进，他认为教育的核心不再是传授固定一套知识体系，而在于教人如何学习。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自学能力
实际上，我们不仅要培养自己的自学能力，还要培养孩子的自学能力。这个自学能力才是陪伴你终身的终身获益的一种能力。作为一位兼具历史学视野的经济学家，他出人意料地总结到：学历史更像学数学，说关键不在于历史告诉我们什么，而在于教会我们如何思考。技术变革与政府的关系。1624年，英国通过垄断法案，首次允许新发明在限定时间内享有排他性的使用权。1791年，法国颁布专利法，其他欧洲国家亦很快跟进。1904年，中国清廷制定大清专利章程。虽然直到1911年清朝覆灭，该章程仍未真正实施，又是走了弯路前一段时间我得知中国的第一个破产法居然是清朝制定的，也是跟这个大清专利章程一样，还没来得及实施，清朝就没了。中国第一个公司法也是清朝制定的。这100多年弯弯绕绕，兜兜转转，这就是历史的叫诡异之处每次就是好像那个球到了球门之前，莫名其妙的球也被传走了。历史教会我们思考，我们就要从这些方面去思考。当然了，这个财经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继续看财经网的文章。莫吉尔用上述开启近现代工业革命的里程碑事件，说明他的核心观点，即知识点亮现代增长。他关注不同国家在工业革命前的大分流，但与前人不同，他从文化及制度角度切入。莫吉尔在演讲中指出要让有用知识得以持续发现与积累，社会必须给予创造者2个保障：正向激励，让创新者获得回报，同时还需要没有创新会付出代价这样的负向激励。那也就是说奖惩结合欧洲在有用知识的创造与积累上日益领先，关键原因之一是知识产权制度让知识可以被拥有，产生收益。他在专访中解释到，欧洲之所以依赖专利制度来激励发明家和科学家，是因为他们多来自私人部门，需要谋生。而在中国被认为盛世的唐宋时期，科研活动主要由政府承担，那些在科技上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大多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的公职人员。科研是职责的一部分，而非谋生手段。那看样子这个莫吉尔对中国历史那也是研究的透透的。这个经济学家这个刘世锦他评论到他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创造一种创新的生态，像最近的 DeepSeek 人形机器人等发展，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自发涌现的。政府能否推动创新？当然可以。莫吉尔分析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与具有竞争性市场选择的体系相比，谁更可靠？也就是莫吉尔他不否认政府在创新中也可以起到作用，但是政府引导的创新和由市场自发形成的这种创新，哪种更靠谱，或者说哪种更有效，或者哪种效率更高？有用知识持续发展往往受政治气候影响，这是政府推动创新的挑战之一。在唐宋时期中国在造纸术、水利设施、农具等方面有大量发明，但自1200年后，中国的发明与科学发现显著减少。1500年后几乎中断，仅有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少数例外。这并非因为中国人失去了创造力，而是统治者关掉了创新的开关。莫吉尔隶属他对中国历史的观察。元代时，忽必烈对郭守敬等工程师和科学家提供了支持。郭守敬在修建向京城运粮的主要通道通惠河。说到通惠河，那我太熟悉了这个河从北京的这个三环是吧，一直到通州，通惠河嘛。他说这样对统治者极为重要的工程中发挥巨大作用，还设计了浑天仪，主持立法改革。但进入明清之后，这样的支持日渐式微，社会稳定与秩序被视为最高目标，激进思想则被视为威胁。而1750年以后，推动欧洲繁荣恰恰是创造性破坏。其实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就是说忽必烈他支持这种科技创新，但是明清之后对科技这块又忽视，而且甚至这不用说，这个如果大家喜欢历史的话，应该对比一下，也可以去研究研究，对吧？自己思考。
我个人认为啊，忽必烈的时候啊，毕竟是欧亚大一统啊，也就是它的疆域足够大，从中亚甚至到这个印度北边，恐怕快到这个匈牙利了，欧洲啊，是吧？整个俄罗斯全部是这个蒙古人的天下，所以在这种大一统的情况下，他们有什么要防的？所以这贸易不是问题，科技不是问题，但是到了明朝、清朝，对吧？稳定统治这就变成首要任务。当然了，你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去多看一段这方面的历史啊，这个当时的大背景。就是我们现在在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当时明朝是与世隔绝，或者清朝是与世隔绝，或者是甚至啊唐朝，甚至啊三国、魏晋，再往前东汉、西汉、春秋战国，甚至再往前商周、西周，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并不是与世隔绝啊，跟外界都是有联系的，只不过是传输的时间长一点，对吧？效率低一点。我们接着看财经这个文章啊，他说在此之前，全球经济受两种负向循环支配，一是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导致资源稀缺，收入下降啊。这个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教材就是受这个影响，就是认为人口大爆炸，然后地球上资源不够了，地球大爆炸，对吧？首先是水资源不够，然后是什么粮食不够，耕地不够，等等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那个跟经济学相关的这些教材或者文章都是说这种，所以叫马尔萨斯陷阱。第二个是政治掠夺循环，说繁荣诱发官僚贪腐与外部侵略，最终把社会拖回低水平均衡。工业革命推动突破这两种循环，约2%的年增长率，让财富增长首次建立在创新而非掠夺与再分配上。我们想象一下啊，现在俄罗斯啊，那还是在走这个掠夺这条路上，它的国家的发展是建立在它这个领土啊不断扩大、资源不断增加的这个基础上，它不是通过什么科技创新、什么工业革命。另一大挑战在于创新的方向，在市场化体系中，市场决定创新是否有价值。在西方国家中，70%的产出需由消费者买单，而在苏联时期，政府将资源集中投入航天与军事领域，确实取得了耀眼的成果。1957年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叫斯普特尼克1号。1961年，加加林乘东方1号成为首位进入太空的人类，但在民用科技与日常消费品领域，苏联几乎停滞。就是我们所知的啊，说苏联是重工业发达，而在这轻工业和民用消费领域毫无建树。这并无对错，莫吉尔强调啊，他只是决策者与市场的目标函数不同，而政府挑选赢家时有成有败。莫吉尔以法国为例说啊，你有没有听说过迷你网？20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主导推出迷你网，免费向上千万家庭发放终端设备，提供聊天室、电子黄页、早期电商等上千种服务。1980年搞这个，那确实是相当先进啊！我记得啊，我上大学1994年那个时候才提出互联网，因为那个时候都叫因特网、互联互通啊、互联网，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才提出啊。但是迷你网是封闭系统，由政府和几家指定公司控制。互联网兴起后，它无法兼容，也不愿开放，迅速被淘汰。2012年正式关闭，政府在这上面花了巨额资金，最终不了了之。莫吉尔说啊，但政府也有成功压中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法国政府决定大力发展核电，如今约70%的电力来自核电，稳定零排放，且从未发生重大事故。这个莫吉尔总结到啊，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市场往往能做出正确选择，如弗里德曼坚信市场最有效，但包括我在内，另一派认为最有效的是公司结合的体系。自1945年以来，西方国家确实如此实践，政府在研发上投入巨资，尤其在1957年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卫星之后，但政府不直接做研发，它提供资金，由大学、机构与企业承担执行。这种政府创造环境、市场推动创新的模式，在他看来最为可靠。技术变革与政府的关系，就像一场难言幸福婚姻中的夫妻，无法长期独处，又无法隔离。莫吉尔如此比喻，这说的还挺有道理啊。他把政府和这个市场，对吧？比如说夫妻关系，竞争与开放，从城邦林立到大国竞赛。这是财经网的文章啊。他说啊，莫吉尔思想一大创新之处，在于他将欧洲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归因于竞争效应，提出
地球绕太阳转，就是日心说啊。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因其理论直接挑战教会长期奉行的地心说教义基础，终其一生不敢公开发表，直到他的弟子德国人雷蒂库斯将手稿带到纽伦堡出版《天体运行论》才得以问世。这一思想后来启发了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伽利略的观测天文学，并最终为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奠定了基础。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为摆脱宗教与政治束缚，于1628年移居荷兰共和国，并在思想自由环境中完成《方法论》《几何》等著作。他在几何中首次用代数符号表达几何关系，创立了解析几何，打破了自古希腊欧几里得以来代数与几何分立的传统，为后来的牛顿与莱布尼茨发展微积分提供了工具基础。这个莫吉尔本人出生在荷兰莱顿，也曾在乌特勒支生活。他还举例，乌特勒支大学曾禁止学生学习和传播笛卡尔的理论，结果学生们收拾行囊转到50公里外的莱顿大学。牛顿、伽利略虽未离开本国，但依靠1450年古腾堡发明的印刷术，他们与全欧洲的科学家持续互动，形成了书信共和国。莫吉尔指出在中国的战国时期，科学技术与哲学思想百花齐放，儒家强调社会伦理与秩序，墨家重视逻辑实用与工程技术，与日后欧洲的启蒙精神最为接近。道家则关注自然规律与经验法则。正因诸侯国长期竞争，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市场。而在元朝统一中原，尤其是1368年明朝建立后，这种思想竞争逐渐消退，思想创新愈发受制于朝廷所确立的正统思想。12世纪确立的新儒家理学，就是饿死事小，事结事大呀，或者叫程朱理学至元明时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核心，取代了多元论的格局。在10月25日的论坛上，詹君阔谈及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问题，认为其一是复杂的外部形势下如何平衡自主安全与开放合作。如果没有明确的政策框架，实践中往往会层层加码，导致人员、数据跨境交流受限。莫吉尔则将视野推向全球层面。他对财经分析时代变了，在近代之前，中国相对封闭，虽有耶稣会士来华、丝绸之路贸易，但国际贸易交流总体有限。那时分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时多数贸易交流只能限于区域内。如今世界变得更小，他说万吨巨轮往返于各大洲之间。他提到，不久前我在德里演讲，印度的经济学家们坚信印度会成为下一个中国。就是说，当你成为别人的目标的时候，就足以证明你应该很优秀了，要不然别人拿你当目标干什么呢？那在印度国内这些精英人士早就把目标瞄向了中国，就拿中国当做目标，他们要成为下一个中国。詹君阔还表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中国需要处理好发挥新型举国优势与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关系。莫吉尔则就中国在芯片等关键领域的努力回应，他说中国在新能源、电动车等诸多领域已取得惊人进展，这种势头应延伸至所有前沿领域，包括可控核聚变、量子计算等，尤其是在美国政府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技术背景下。这个莫吉尔说他说我认为那是一个愚蠢的政策。在我看来，中国越快进步，越多创新，对美国越有利。在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卫星后，美国加大科研投入，而如今美国政府似乎并未如此。但只要这场竞争是和平的，只是试图制造更好、更便宜、更先进的产品，最终全人类都会受益这个观点我也认可的就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只要不走上邪路科技竞争、商业竞争只会为人类越来越美好。但是如果是发展在军事竞争，对吧？互相针对、互相消耗，那这个恐怕就是一场灾难了。这个莫吉尔他说如果异化为关
关税战、贸易战，那是从竞赛走向恶性竞争。他说，中国走得越快越好。他补充道我是作为一个美国人说这话。当科技变成互相打压的工具，或者是变成互相，对吧，这种限制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对人类的不利因为它抑制了科技的进步嘛，阻碍了科技的进步。AI 的机遇与挑战，那这个莫吉尔他与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3位得主对 AI 表示了担忧不同2025年3位得主在获奖后均发表了对 AI 偏积极的看法。不过无论从媒体、学者的发问，还是亚马逊近期裁员1.4万人等新闻看，社会对 AI 的担忧依然不变。莫吉尔曾于2015年在经济视角期刊发表文章，说技术焦虑时与经济增长的未来，说这次会不同吗？这个莫吉尔在这个文章里提出了过去200年间人们多次预测机器将夺走所有的工作。他是研究经济史的，也就是这种焦虑在历史上也多次出现。当机器出来的时候人们担心机器会夺走那些手工业者的饭碗。那现在我们回头再看呢，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当时人的焦虑那就像未来的人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现在人焦虑，说这个人工智能把我们的工作岗位都夺走了，大家没有班上了，没有工资拿了。那未来就是200年以后的人恐怕也难以理解我们现在的焦虑这个莫吉尔说但历史证据表明，长期全面的技术性失业并未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则在颁奖词中写道，莫吉尔的研究显示 AI 可能强化命题性知识与指令性知识之间的反馈机制，从而加快有用知识的积累。在莫吉尔看来他说每次技术跃迁都曾遭遇抵抗。他说比如中国发明印刷术比欧洲早很多年，但印刷机对欧洲而言是个重大转折点。当时很多人担心书籍太多会让人们读太多的东西，变得太聪明，引发麻烦，也可能读到低俗的书籍，世界可能因此崩塌。但现实正相反，工业革命时期的机器，随后的电力、计算机等技术也曾备受质疑，却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积极影响。 AI 就像一个卓越的研究助手。莫吉尔说他17世纪科学革命给我们的启示是，当研究者拥有更先进的工具时，科学便会进步。比如显微镜。他还认为 AI 最大的贡献将在于个性化，包括在医疗、教育的领域。他对于技术引发的失业担忧，他回应了说，确实有局部小规模的失业由技术引起，但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严重失业，并非因技术而起，而是源于需求不足。他说技术进步确实会淘汰某些职业和任务，但大多数人通常能找到其他工作。这个莫吉尔回忆他说1974年他刚到西北大学任教时，学校为他配了一位秘书，主要职责就是打字。当时提交一篇论文需要涂改液，与秘书来来回回4、5遍。后来文字处理技术普及，有人告诉我们，以后你们自己打字吧。现在还有好多作家拿笔写字写书你看这个不得不被淘汰掉。如果作家不会用这个软件的不会用电脑，不会用手机，不会用这种软件语音输出，然后他这导出文字，然后你直接在上面改，还用手机写的话，那你说效率得多低这个创作习惯都要改这就是科技革命导致的。说句题外话如果你坚持用毛笔字写小说，那你想想你的书法差不了。与技术性失业相比，他更担心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他说当前在多数主要经济体，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偏少越来越少，而退休人员越来越多，领取养老金年限越来越长，缴税及社保的人数在减少。他说像我这样领取退休金的人却在增加。他分析解决劳动力不足大致有3种办法，提高出生率，但他认为这极难做到。引入移民，非洲仍有大量人愿迁出，但在政治层面这不可行，或许只有利用机器人来取代或辅助劳动力。他说今年夏天美国的俄勒冈州樱桃因无人采摘而烂在树上。这种事情在中国很多很多人种植苹果种植樱桃这种需要人去采摘的，但是由于它价格大幅下跌，人工的费用呢，对吧，一天100、200，最后这些东西农作物只好让它烂在地里或者树上。你比如茶叶都是这种情况从科举到 AI 时代的教育，我们看看这个莫吉尔
他是怎么看的啊？根据莫吉尔的研究啊，说科举制度在明清时期带来了对创新未曾预见的影响。最初设立的是为削弱皇亲国戚们盘根错节的势力，起初带来了从论出身到论才学的转变，考核内容包括儒家经典知识、数学、天文学等，但到了清代，自然研究方向的考试内容完全消失。在一个将入仕视为最重要名誉与财富来源的传统社会中，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将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准备科举考试中，而非钻研数学和医学。整个教育系统主要目的因此演化为培养朝廷所需要的官员。到了清代，科举最终沦为统治阶层文人用于抵御文化创新者与异议者的手段，创新多元正义皆被打压。这是莫吉尔的研究啊。那我们今天的大学课堂里面，大学教师老师敢说这些什么创新吗？敢说跟教材跟课本上不一样的内容吗？这个莫吉尔说啊，在同期的欧洲有专门培养年轻人实用知识的学校与院校。欧洲当时孕育出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态，其核心就是批判性思维，包括对权威先贤的质疑。今天的大学课堂敢对权威提出质疑吗？不怕学生举报吗？甚至啊，现在这个大学课堂都有这个24小时监视啊。欧洲与其他地区的另一大不同是，在1450年之后，致使先祖崇拜逐渐瓦解，也就是对古代对权威的这种崇拜啊没有了。古典权威如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等被实证、逻辑与实验证明有误后，纷纷走下神坛。在这个时代，教育应以勤奋还是创新为导向。莫吉尔回应说啊，鉴于当今技术变化之快，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应是教会人如何学习，本质上是给他们适应的工具，而非具体做事的工具。教人如何持续学习，最佳路径在他看来啊，是个性化教育。他不管是我还是其他老师讲课，基本是按班级中等水平来教。成绩好的学生往往早就懂了，觉得无聊；成绩差的学生根本听不懂，也觉得没意思。这种模式效率很低。这个莫吉尔说啊，他未来借助 AI 可以评估每位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水平，知道哪种学习方式最适合他，既不会塞太多导致跟不上，也不会教得太浅导致无趣。最后啊，说了经济学之变与读历史的重要性。作为同时精于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学者，莫吉尔在被问及历史研究如今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时表示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西北大学已拥有6名全职经济史学家。我活了很久，见证了经济学领域的变迁。理论仍然重要，但研究中心已经转向实证，无论是大数据还是小数据。我告诉我的学生，如果有人张口就说历史告诉我们，这句话接下来的内容很可能都是错的。莫吉尔解释他说我们世界与过去已大为不同，足够复杂多样，因此从历史中轻易提炼的经验教训更可能带来误导而非启迪。这个就是我们老说的刻舟求剑呢。那既然这样的话，读历史还有什么用呢？这莫吉尔说在某些时候确实能提供参照。他说2008年美国避免了如1930年大萧条那样的灾难，得益于奥巴马政府的白宫经济顾问叫罗默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对大萧条的研究。他们深刻了解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在此类危机中的重要性，也就是适度宽松什么宽松与量化就这些。他说学历史更像是学数学，不是靠类比，而是训练我们的分析能力。当你获得这种分析能力，你能将其运用于当下问题。应该学历史的另一个原因是，人类是目前已知唯一拥有历史意识的物种。他说海豚、狗、大象虽都聪明，但我的狗对狗的历史一无所知，也不在意。我们研读历史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能给你一种新的更广阔的视角。尤其在经济学领域，研究封建主义、马尔萨斯社会、战国时期的中国等，能让你理解人类历程巨大丰富性与多样性，不只是你今天看到的世界，还有过去6000年的世界。研究历史
似乎与我强调的有用知识相悖，但我们仍在读莎士比亚，读中国的诗词。他的意思是说，你读这些并不会立即产生什么经济效益，那为什么还要读呢？他说，并非所有知识都要立刻有用，那种宽阔而深刻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随时可用的工具。莫吉尔说啊，学经济不能只学经济史，也不能只学计量、宏观与微观，唯有如此，一个人的视角才会完整，视野才是真正的开阔啊。这就是财新网啊对莫吉尔他获奖以后的一个访问专访。那财新网在他的这个整理的一篇报道叫《历史教会我们如何思考》发表出来了。我对这个文章的理解啊，就我个人感悟啊，学习是手段，不是目的。学习能力、分析能力这些非常重要，与大家共勉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